咱们先欢迎陈丽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你好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君。君君是我们浙江卫视粤剧春晚的常客了，已经第3年参加咱们的粤剧春晚了，而且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精彩表现。所以今年参加粤剧春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自己的期待吗？我觉得粤剧春晚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，因为它给了我们这些年轻演员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更多的这个机会，也让我们粤剧以更灵动、更活泼的形式面向大家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见面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粤剧春晚。但是临近春节了，好像比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，给大家说说吧，都在忙些什么？我在集中精力排我的大观园，我在里面饰演贾宝玉，他有一颗非常真挚的含情心。当然，像这样的人呢，也特别容易受伤，所以他是一块易碎的美玉。去年的春晚呢，是在君君的家乡嵊州录制的，不仅演了舞女拜寿的奉汤一折，还和新龙门客栈的全体演员一起把小客栈是搬到了春晚舞台。那今年你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给观众？先给咱们剧透一下。今年因为是蛇年嘛，所以特地为大家带来了《断桥下山》。《断桥下山》这个剧呢，主要就是讲述了许仙被囚禁在金山寺，在思念娘子的点点滴滴中，然后他的惧怕、他的悔恨、他的思念，最后化为行动去追逐娘子。他前半段的唱腔呢，是我们粤剧的传统的弦下调唱腔，然后后半段呢是以丰富的肢体语汇去体现船上的那种风浪，也是船夫给这个许仙的真情的考验吧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慢镜头的动作，来体现这个紧张的故事感和人物的那个张力的体现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